大家好，我係武藝測量師 Alan Hong 洪銘倫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紅拳嘅馬步點樣可以幫到地盤嘅安全。紅拳嘅踏馬移動版就係麒麟步。當有力量由左或者右移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移去一邊，然之後再返原位。等我同大家示範一下。4平8分，子午馬，踏馬，再踏馬，4平8分，子午馬，再返4平大馬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